谢谢各位对我的支持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表演的节目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希望各位武林高手待会在节目进行时能够上台秀一下，而且台下观众也可以随着音乐进行的摇摆哦。那现在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疯狂力姐阿瑞。是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我师佛同学哇，我热闹的圣诞夜，想不想跟嗨呀？那没错，有同学待会可以上来表现一下，绝对不要害羞。